台东的海滨公园今年有打造灯光艺术的国际地标，吸引游客暗时的时阵去遐散步欣赏。不过最近有民众发觉讲，遐涂骹全拢加纸，看着真惊人。官府表示讲，因为这最近天气较湿热，虫拖本来就较济，而且佫有点电火，可能佫有人食物件四界流、四界偏，才会甲加纸拢下来，因而佫加强转药啊消毒。台东市海滨公园县政府用灯光艺术营造国际地标夜间灯光秀，游客暗时会来翕相。不过最近有游客行去哩国际地标，发现涂骹甲灯条真侪乌麻麻的物件，行我一个看，竟然是加纸，惊一个紧走。吓死了！县政府表示，因为最近高温搁落雨，环境湿热，户外虫拖真济，国际地标灯光甲爱光的虫拖拢引来，搁加民众物件食散步早走，吸引真济加纸。因为伫要进入台东县旅游旺季，加纸惊会甲游客行走了了，县政府赶紧进行喷药啊消毒。可能会对游客的一些感官会有点降低，也会降低来这边游玩的意愿。我们这边会加强定期的清洁跟巡查的部分。那更重要的是呢，也呼吁所有的游客来到国际地标、来到台东、来到一些公共的场景呢，要随手把自己带来的垃圾跟饮食呢，都能够整理清洁干净哦。县政府表示，伫要进入夏季烧热的天气，会定期伫假日来进前去国际地标消毒，所以呼吁游客甲民众伫消毒期间唔通进入喷药的范围内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